台东的治本湿地2月底拄断火下雾受到讲昨又搁烧起来，消防是加调水车去拍火。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县府最近当咧附近做排水工程，当地水源根本就流袂掉，嘛搁再引起生态危机。 黑暗当中，大片的烂仔地，互火烧甲红红，行wat去一个看，路边的草埔一搭刷过一搭，直直摊去，互人看到真惊吓。台东县的治本烂仔地，今年2月底才拄发生一场大火灾，结果4月20又搁熊熊倒起来，就连太麻里都看会到。加上前面这一块没有燃烧，它距离后面诈骗人潮的位置大概2到3条水在啊。 大火烧超过3公顷，互消防人员真无用，佮加上当地欠水，水灵车的水险啊无够，增加拍火的难度，也互火势直直扩大。台东消防局赶紧加派水车去救援。剩不到20啊！来，这等下水会过来。治本消防分队表示，20暗时差不多10点外，已经完全甲火拍花，也毋过占地差不多300公顷的治本烂仔地，2月底也捌发生大火灾。迄当阵生态技工估计烧的面积有来到75公顷。大火过了，保育类的梯价数量明显下降，黄莺也飞走去。短短2个月左右，又搁拄到大火灾，生态环境发出警讯。这个是比3年前的还要多大概1倍，3年前大概是42公顷。台湾画眉。 黄鹂跟环境雉的声音都还是有，只是不确定它们的食物会不会暂时性的有，一些缺乏。这阵啊，台东县府伫烂仔地进行排水的工程，也毋过环保团体观察，整治了后，布花将悬，水袂搁再流过烂仔地。逐摆大火烧的毋但是土地，搁较是生态甲管理之间也未透开的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